好，来继续来看，因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爆发着菌株感染，所以有规定，为7月15开始，出入到北农的公司，所有人员拢要有注意防下的证明，才会当来进入。这个南投县信义乡，不管是合作社，或者是供销站，这送菜车的司机甲捆工到单，拢还未来排入到注意防下的名单。现这个15号就要到咯，货运司机甲工人拢真担心。负责在南投县信义乡高山青菜水果的工人，逐工拢在真济回到台北，也毋过为艋舺疫情爆发以来，因逐工拢出入这疫情紧张的地区，也毋过确实还未注射，互因真烦恼。其他像云林、台南、嘉义，他们跟我们同行业者，他们都已经注射了，我们还没，所以说我们就现在就很彷徨。我们的菜没有办法运送到台北市场的话，针对农民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。那我们希望针对这些货运业者司机跟捆工能够优先来去做一个施打。所以讲，南投县政府甲农会近日已经赶紧做册，要让这县内相关的工作人员优先注意防射。